我係黃偉文，行裏邊叫我 Man 叔，做咗紮鐵幾十年啦。2007年紮鐵工潮嗰陣，係工人代表同埋傳媒發言人。我同李卓人仁哥嘅認識就係喺呢場工潮裏邊。嗰陣時工人被減薪減到忍無可忍。07年經濟復甦嘅時候，公務員加薪，紮鐵工人嘅人工就一直係咁跌到07年跌咗30%，工時仲越嚟越長。我哋要求加薪，但係工聯會竟同資方企埋一條陣線，逼工人硬食資方提出嘅不合理方案，再一次出賣咗工人。好彩有仁哥，佢嚟到，唔係好似工聯會咁指揮我哋，佢肯聽我哋講，同工人有商有量，肯同工人企埋同一條陣線。我最深刻嘅係佢同我哋一齊抬住鋼筋遊行，喺烈日當空底下走足全程，冇架子，冇退縮。對我嚟講，李卓人唔只係一個議員，佢係真正同工人同行嘅戰友。仁哥，今時今日你要被審訊，我想同你講，你為工人走過嘅路，好多人會記住。仁哥保重，我哋撐你，好人一生平安。